出席敬拜前，我想大家先聆聽今日嘅宣召經文。宣召經文係嚟自約翰福音1章14節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，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。接着我哋用詩歌一齊敬拜讚美我哋嘅神，有請敬拜隊。詩篇24篇第3至4節咁樣講：誰能登耶和華的山？誰能站在他的聖所？就是手潔心清，不向虛妄起誓，不懷詭詐的人。讓我哋一齊嚟學一首嘅新歌，帶領我哋一步一步咁樣登上神嘅聖山。神你極偉大無比，環顧萬有，全屬於你，是你手創造，白晝星辰，遍地眾生歸你。讓我為你頌這歌，來讚頌你極美恩惠，在聖所瞻仰你至聖尊榮，我今謙卑，求你煉淨我，求你洗去我污穢，願放下自我，手潔心清，只想尋求你。我要登耶和華的山，我渴想主你聖潔居所，是這心所盼，專一為你，唯獨你是我所愛慕。我要登耶和華的山，獻上這生性為神居所，願我心清澈，單單仰望，能遇見你，被你牽引，登這聖山。我哋一齊起立，我哋繼續唱呢首嘅詩歌，一步一步咁樣嚟到去登上耶和華嘅山嚟敬拜佢。神你極偉大無比，環顧萬有，全屬於你，是你手創造，白晝星辰，遍地眾生歸你。容我為你頌這歌，來讚頌你極美恩惠，在聖所瞻仰你至聖尊榮，我今謙卑，求你煉淨我，求你洗去我污穢，願放下自我，手潔心清，只想尋求你。我要登耶和華的山，我渴想主你聖潔居所，
居所，願我心清澈，單單仰望，能遇見你，被你牽引，登這聖山。我哋感謝神，因為佢揀選我哋，令到我哋今日有呢個機會可以喺呢度一齊嚟敬拜佢。這是尋求你的族類，甘苦伏你面前，獻上禱告的心。哦，榮耀的主，尊貴君王，全地和應高舉你。這是尋求你的族類，甘苦伏你面前，獻上禱告的心。哦，榮耀的主，尊貴君王，全地和應高舉你。我要登耶和華的山，我渴想主你聖潔居所，是這心所盼，專一為你，唯獨你是我所愛慕。我要登耶和華的山，獻上這生成為神居所，願我心清澈，單單仰望，能遇見你，被你牽引。我要登耶和華的山，獻上這生成為神居所，願我心清澈，單單仰望，能遇見你，被你牽引，登這聖山。我唔知大家有冇行過山，行山有陣時會見到好靚嘅風景，但係有陣時山路真係一啲都唔難，唔容易行嘅。但係我哋呢一座山，我哋會堅持行落去，因為有神伸手牽引我哋途中可以遇見神，佢同我哋嘅足跡一齊咁樣行，佢滿有恩惠同埋大能，亦都供應我哋一切嘅需要。我哋一齊嚟唱耶和華以勒。耶和華以勒，我的供應，在恩典裏我永不缺乏。耶和華我父，我的依靠，在主手裏我永得保障，讓我心稱頌恩主。他有無限豐富，賜我美好人生，讓我口歌頌恩主。他有無盡的愛，帶領我永不缺。我哋一齊喺座位裏面用少少嘅時間嚟到去感謝呢一位耶和華以勒，去供應我哋一切所需要。我哋喺神嘅恩典裏面永不缺乏。
耶和華你來，我的供應，在恩典裏，我永不缺乏。耶和華我父，我的依靠，在主手裏，我永得保障。讓我心稱頌恩主，他有無限豐富，賜予我美好人生。讓我口歌頌恩主，他有無盡的愛，帶領我永不缺欠。齊將上情獻，讚美給你，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，齊舉手情獻，敬拜永遠歸給你，為你我獻上頌讚。喺呢個感恩嘅季節，我哋一齊舉起我哋嘅雙手，將我哋嘅感恩獻俾我哋天上嘅主。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，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，願讚美頌揚都一一歸給你，主你是偉大完美，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，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，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，感激你常顧念扶持，齊盡心情獻，讚美給你，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，齊舉手情獻，敬拜永遠歸給你，為你我獻上頌讚，齊將心情獻，讚美給你，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，齊舉手情獻，敬拜永遠歸給你，為你我獻上頌讚，為你我獻作活祭，讓我永化作活祭。弟兄姊妹請坐，請牧師為我哋做禱告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